美軍喺委內瑞拉附近嘅海域咧，扣押一艘委內瑞拉嘅郵輪，仲講到明啊，會將呢艘郵輪咧拖翻去美國，然之後咧就沒收晒郵輪上面所有嘅石油。呢啲無恥嘅行為真係堪比現實版嘅加勒比海盜啊！香港青年走在最前。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眼。喺過去幾個月咧，美軍唔止喺加勒比海啊，就派出重兵去到圍困呢個委內瑞拉，當中包括任意咁樣攻擊委內瑞拉嘅船隻啦，仲有就係最近亦都係派出咗戰鬥機嚟到侵犯委內瑞拉嘅領空啦。而家美國更加係將行動再次升級，除咗攻擊委內瑞拉嘅船隻之外咧，而家仲喺加勒比海上面咧就嚟到扣押委內瑞拉嘅運油輪。就喺呢兩日咋，美軍竟然出動到一啲特種部隊，用到軍用嘅直升機咧，就飛到去呢個油輪嘅上空，然之後從直升機上面咧就游繩而下，用極短嘅時間咧就控制咗一艘委內瑞拉開出嘅大型油輪。嗱，呢艘大型油輪咧載重係可以達到30萬噸嘅，而美國方面嘅説法就話到佢哋要扣押呢艘油輪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哋要打擊嗰啲咧非法運輸石油，因為佢哋話到呢艘被佢哋扣押嘅油輪咧係曾經協助嗰啲毒販去到進行一啲非法石油嘅運輸。咁至於佢哋有冇真憑實據呢隻船係有參與一啲非法嘅活動咧？咁當然梗係冇啦。不過唔好理咁多，美國佬咧就係屈得就屈，話呢隻被扣押嘅油輪咧而家又幫助委內瑞拉嘅毒販去到運石油啊！嗱，呢啲理由咧係幾咁無稽。講真啦，委內瑞拉嘅毒販如果真係可以做到石油生意嘅話，人哋都唔使走到去做毒販啦。試問在座各位如果你哋係毒販嘅話，每次都有幾十萬桶石油去到賣貨俾人，仲有人會鋌而走險走去運毒嘅咩？咁所以美國佬所謂嘅打擊毒販或者呢啲運油輪偷運石油都係求其揾個理由嚟到擺明去搶人哋嘅石油嘅啫。嗱，美國佬咧唔係第一次咁樣去做賊噶啦。早喺10幾年前2011年嘅時候咧，敍利亞就爆發內戰。嗱，本來人哋嘅國家打仗咧同你美國佬冇乜關係噶，但係美國佬咧就支持呢個敍利亞嘅反對派嘅喎。咁好啦，當年嘅奧巴馬政府咧仲攞埋錢出嚟去到資助敍利亞嘅反對派去到打仗。咁後來打下之後咧出錢都不特止啦，不如直接就出兵。嗱，咁冇着數嘅嘢咧，美國佬係唔會做噶嘛。出兵咧就並非真係想去到幫嗰啲敍利亞嘅反對派嘅，而係藉住幫佢哋為名，跟住咧就向敍利亞咧派駐軍隊。咁好啦，敍利亞本身都係一個中東國家，雖然唔係話到石油天然氣嘅產量好似其他嘅國家咁豐富，咁但係都唔少噶。於是乎美國佬咧進駐咗敍利亞之後就喺敍利亞當地大肆咁樣去開採人哋嘅石油。開採完之後咧，當然係將嗰啲原油運翻去美國，肥自己嘅銀包先啦。敍利亞嘅例子咧，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嚟嘅咋。之前美國佬要打伊拉克嘅時候，又係用到一啲咧所謂有大殺傷力武器呢啲咁樣嘅藉口，就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咁之後美軍駐紮咗喺伊拉克啦，又去開採人哋嘅石油。咁所以美國佬恃住自己船堅炮利咧，喺呢個世界上面欺負唔少嘅國家，背後嘅原因都係為咗去搶人哋嘅石油嘅咋。咁委內瑞拉都幾無辜噶。今次咧美國佬就話到，被扣押嘅嗰隻油輪，佢係有做一啲咧非法嘅勾當啦，例如係咧喺美國制裁嘅國家伊朗委內瑞拉呢啲地方就嚟到偷運石油。咁但係俾美國制裁就一定係佢錯咩？好似伊朗、委內瑞拉呢啲國家咁樣，或者仲有一個國家咧，經常都係俾美國制裁嘅，就係朝鮮。美國喺妖魔化呢啲國家嘅背後，好老實啦，呢啲國家有冇傷害過其他國家嘅人民半分呢？咁伊朗同朝鮮就話俾美國咧屈佢哋私自去做一啲核武器，話講到好似咧為世界去到除核一樣。但係大家諗下，全世界邊個國家最多核彈頭就係美國同埋俄羅斯。咁美國咧仲衰過俄羅斯喎，因為俄羅斯同我哋中國一樣都係五常之一。咁當然美國都係五常之一啦，都可以講到係一個正常擁核嘅國家。但係擁核還擁核，
全世界只有美國係對平民用過核武器，就係喺二次大戰日本投降之前啊，仲要係唔止用咗一次，係用咗2次。但係呢個世界上面唔止伊朗同埋朝鮮係私自去搞核武器㗎，仲有3個國家係擁有核武，但係咧就冇俾到美國去到制裁過㗎。咁當然啦，當中亦都係包括咗巴基斯坦啦、印度啦，同埋美國嘅親生仔以色列啊。至於今次俾人搶咗成船石油嘅主角委內瑞拉咧，根本就冇搞核武，而佢得罪美國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委內瑞拉上一任領導人已經開始咧係要改革石油系統，而委內瑞拉亦都係世界上面其中一個最大嘅產油國。咁本身咧佢唔改革石油系統嘅話咧，美國控制住委內瑞拉嘅石油係可以從中撈一大筆嘅。咁所以美國就谷鬼氣，成日都想去到顛覆呢個委內瑞拉嘅政權。咁所以現任嘅總統馬杜羅咧就成為咗呢個美國政府針對嘅對象。而家仲話到除咗要制裁馬杜羅之外咧，仲要制裁埋馬杜羅個老婆。咁都不特止連佢幾個侄咧都係俾呢個美國制裁嘅。而最新嘅名單當中咧，除咗要制裁馬杜羅嘅老婆同埋一啲親戚之外咧，仲有6間委內瑞拉嘅航運公司咧係受到美國嘅制裁，以及係6艘幫委內瑞拉運油嘅油輪，其中有一艘仲要係掛香港旗，係屬於我哋中國香港籍嘅油輪嚟嘅添。而今次扣押嘅呢艘油輪咧，只不過係一個開始，嚟緊咧陸陸續續應該會再有委內瑞拉開出嘅油輪咧，就會俾呢個美軍去到扣押，或者我哋唔好用扣押啦，我哋直頭講係美軍去到搶掠。其實呢度已經暴露咗美國呢幾個月咧對委內瑞拉嘅軍事壓迫咧，似乎唔係好奏效喎。所以美國而家唔止係軍事上面嘅壓迫啦，就開始咧將行動升級，利用到一啲非法嘅經濟打擊手段咧嚟到去圍困呢個委內瑞拉啊。因為石油就係委內瑞拉嘅命脈，只要委內瑞拉嘅石油係賣唔出嘅話咧，美國對顛覆委內瑞拉嘅政權先至會有十足嘅把握。其實美國之前一路以嚟咧都係撐緊呢個委內瑞拉嘅反對派領袖馬查多㗎，即是嗰個俾美國推為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嘅嗰位馬查多啊。咁之前咧就話馬查多喺呢個委內瑞拉嗰度咧出唔到境去唔到挪威嘅奧斯陸嗰度出席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頒獎禮㗎。但係而家有消息話到咧，馬查多已經出現喺奧斯陸啦。咁當中佢係點樣去嘅咧？據聞好似話係美軍幫助佢去㗎。其實講到底呢個所謂嘅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咧，佢嘅功能就只有一個，就係等咧而家委內瑞拉嘅政府倒台之後，美國就扶持佢上，然之後咧佢就喺呢個委內瑞拉建立起一個咧親美嘅政權嚟到做呢個美國嘅傀儡。咁到時美國就可以咧重新掌握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系統，以及可以俾到一個下馬威咧南美洲嘅國家，俾個版佢哋睇下。如果建立一個咧反美嘅政權，下場咧就好似而家委內瑞拉咁樣噶啦。咁呢個咧就係美國想做嘅嘢啦。而本來委內瑞拉咧亦都係比較親俄嘅，就算委內瑞拉嘅政府本身咧親中俄都好面對今次俾美國圍困，其實咧都體現咗我哋中國人一句説話，叫做遠水不能救近火。普京都開到聲咧話要支持呢個委內瑞拉，但係奈何加勒比海實在太近美國啦，有美國嘅後花園之稱。美國係唔允許有其他嘅外部勢力咧，係會破壞佢嗰度嘅區內平衡嘅。尤其委內瑞拉嗰個位置咁近巴拿馬運河，所以除咗要爭奪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站於美國嘅立場而言咧，所以佢哋都唔希望委內瑞拉親俄親中，親到有一日咧會大量咁樣輸入中俄嘅武器裝備。例如係買一啲中式嘅戰鬥機啦，因為咁樣會影響到美國控制呢個巴拿馬運河噶嘛。再加上俄羅斯喺梅德韋傑夫做總統嘅嗰個年代咧，就曾經諗過要喺委內瑞拉嗰度建立俄軍嘅軍事基地嘅。但係呢啲手段咧都係嚇唔走美軍嘅。但係喺未來有機會令到呢個委內瑞拉以及係其他美洲國家唔受呢個美國嘅威嚇同埋控制嘅話咧，就要盡快咁樣搞好南美洲嘅一帶一路倡議佈局啦。因為之前都講咗，我哋中國喺秘魯嘅前海港咧，
將會起高鐵嚟到連接巴西，以及係通道去一啲咧南美洲嘅內陸國家，咁方便大家去到買嘢啊嘛。因為到時候巴西嘅船又唔使話兜個圈先至去到太平洋嚟到我哋中國。咁既然委內瑞拉係咁多石油，而有大部分嘅石油亦都係賣過嚟我哋中國嘅話咧，咁真係可以研究一下點樣從陸路嚟到將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運到去呢個秘魯嘅前海港嗰度嚟到出海，咁就唔需要咧再上郵輪，咁更加唔需要嗰啲郵輪咧飽受喺呢個加勒比海俾美軍搶劫嘅風險，亦都唔需要經過呢個巴拿馬運河咧先至可以到我哋亞洲呢邊啦。而美軍今次搶完呢個委內瑞拉嘅郵輪之後咧，既然搶開就有條癮，美軍咧就應該會繼續搶㗎啦。嚟緊原油嘅價格亦都有可能少咗呢個委內瑞拉嘅供應，而有呢個上升嘅可能㗎。呢個亦都係美國佬打擊委內瑞拉可以做到嘅雙重效果。除咗係打擊委內瑞拉之外，亦都係令到我哋中國嘅原油供應咧係可能會減少，繼而就影響埋我哋嘅工業成本啊。咁呢啲咪就係美國佬嘅壞心思咯。咁今日我哋嘅影片咧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頻道，拜拜。